呀，夹，我唔擦你啦，用家啥？系按用嘅啦。我今日爱同我爸爸妈妈出去ขี่山，佮同家就出去，听说爱带着雪嘞啊。不过头摆我同我嘅姊妹盘出去，我可能就带着买个三明治啊，买个西点心嘛，也着。不过我爸爸妈妈系客家人出去爱食嘛个张会食饱，爱食饭张会食饱啊，也着含食带点偏冻出去ขี่山的嘛。不过一下我根本就冇时间好准备偏冻诶，故所我就想讲。做一个穷用雪的包的饭团来带出去本家的食，故所一下就来看看呐，爱做饭团爱准备按到嘛个材料哦。吼，真然系一个当简单又当好食又当到变化嘅一种料理，韩国又做得食嚟当饱。故所今日阿群们爱来教大家做两种无共用口味嘅饭团。第一种就系三文鱼国菜饭团，当简单，天地爱做就错了。一开始吼，呢三文鱼当到尾其实做得买一道老骨头总体嘅枪肉嘅，你就买一种就做得咧。韩国你就拿转来以后啊，然后佢细啊，你就用力等下我剪，故所爱拿籽，然后佢出啦，然后夹嘅水分出走来，韩国另外一面咩共用，变倒转来，再个捞佢出走以后，等下落去剪的时间就唔会叽叽喳喳动到油，一下就来捞佢调味一下，你就做得盐到嘅胡椒，韩国盐。盐都会负责韩国盐，另外一面要爱记得变倒转来盐，韩国负责味盐上去，韩国调味调好了以后，就看人个天王有熟嘛，有温度有辣嘛，温度辣你就做得捞呀三文鱼捞佢冰落去。冰落去天天的煎，好，一下就冰落去俾佢煎一下诶。沙定下來啊，我做乜嘅呢？就來處理國菜了，國菜愛撈佢淥少來。唔過吼，冇鍋嘅啊，冇也就滷嘅也就啊，就做得來用米波滷，撈佢淥少來，淥熟來。嗱，一開始先撈呀國菜吼，切下細節條誒，差唔多切3分。切3分以後，你就做得撈佢冰到呀，做得米波嘅容器底度，撈佢冰落去，韓國加少水吼，等下就會米波到黑嘅，撈佢醃過去。好，按樣好了以後，就做得撈佢冰到米波爐去米波一下。因為呀，國菜當家數，估算差唔多用高溫米煲1分鐘，咁樣就做得咧。好，你一下嘅，我來看一下人嘅魚嘅哦，魚嘅我冇太熟。好，我來看佢一下，好，等佢一下還蠻好，等佢一下。接下來，再個來處理其他嘅食材，就係呢天然出愛用嘅東西哦，係呢水煮卵，天然嘅口味，就係水煮卵，韓國香鬆嘅飯團。接下來，我教大家用嚟煮出好食嘅水煮卵，韓國愛用呀燜燒罐哦，烚燒罐來做呀水煮卵。一開始你愛撈卵，強嘅冰到人嘅烚燒罐底度，強嘅冰落去。基本你煮2粒哦，強嘅落去冰落去，唔好焗爛鐵咯。強嘅冰落去，韓國再過來愛撈呀少水，盡量越滾越好，因為烚燒罐嘅原理就係愛撈呀滾嘅烚燒罐嘅溫度提高起來，就倒過去。本佢共用係一種預熱先本佢燒嘅一種原理，好，必燒一下。韓國人愛拿一隻碗，等下我來裝水，好，你就按樣，
摇摇啊，摇摇啊，本期规个温度又提高起来。那我一个没穷用，摇摇啊，摇摇啊，温度本期还较高的喂，一下就做得流水倒贴，倒贴。好，那我一个没穷用，水倒贴。好，倒退以后夹夹，再个倒小水落去，小水。好，倒好小水以后就会夹夹落去咸起来哦，因为翕小管嘅原理就係維持也貴嘅翕小管嘅溫度。按樣而假使講愛做無按熟嘅卵，差唔多就翕12分鐘。係講要愛當熟嘅話，就愛15分鐘以上哦。好，等下呢5個韓國國菜拿出來，也一開始也飯堂嘅準備就做得了。大家有知道吼，用翕小管煮卵当神奇冇？冇唔做就会按神奇按简单，因为翕小管嘅原理就会做得维持佢管内底度嘅温度。故说T100，听错爱过滚水，然后佢碌过100，就会比小嘅原理。再个老T1边嘅水倒退，再个来倒T1边，佢用喺滚水，然后佢倒落去，过后关起来，比佢翕12到15分钟，就做得煮出水煮卵咯。故说將阿佢妹嗌嘅每日差唔多係翕12分鐘，就要按你有一些些半條，唔過做得講全素嘅按用嘅煮卵，就做得煮出來。好，一下料全部就準備好咧，5/3咩幾件簡素嘅，韓國人嘅菜啊，咩幾件微波好拿出來嘅，曬下來，因為人嘅菜啊，愛攞佢包到飯團底度，故說人愛用牙紙嘅啦。然後也國菜全部嘅水分捽走來，喺假使講啊，人嘅國菜啊濕按用包到飯底度就唔好食咯。故所我用牙紙，然後佢吸走，然後水分吸走，吸走過後就做得撈人嘅國菜拿出來，然後佢切幼幼，拿出來然後佢切幼幼，好切幼。好呀，切好以後，先攞佢冰順烘，曬下來，你就做得開始來研飯團了。我相信東東人都是看過按用嘅料理工具，其實也一種係我去買海苔嘅時節送嘅。故說其實人是愛啲平常時較注意到嘅，可能你就買一道也係拿一道按用嘅工具，根本嘅啊，佢就用得到嘅，有冇？曬下來就要來開始包簡單嘅飯團了。一開始你就撈飯。鋪到底下，鋪一層飯到底下，鋪落去，好，然後佢傾嘛，做得再個多一些咧。因為呀飯團啊，你等下會撈佢傾便的時間啦，故說你嘅飯就會較多一些咧。好，曬下來，撈人哋5/3放落去，5/3放落去。起家實咧，故所做得包較多的位料到底度哦，看起來就真係凍滿足嘅感覺，有冇？凍到了，好，3/4好嘅以後就係人哋國菜撈佢冰上去，好，鋪냄來，國菜，鋪냄來，傾嘛。好，傾嘛過後，前面我再個鋪飯上去，再個鋪一層飯上去，好，放上去，哎呦，鋪냄來，傾嘛，鋪냄來，曬下來你就做得做前面嘅步驟，就係撈佢傾上去過後。用身體嘅力氣按了，好，有冇用力落去？好嘅以後，
当等一下嘅三角饭团就做好了。噔噔噔噔，有知道当等影响冇？故说呀，第一个口味就做好嘞，撒下来系第二只口味。也先攞佢標順好，第二種嘅口味啊，香樣我先裝飯，唔過呢飯啊，我本佢有一些咧冇香樣，做得到地度好，加呀香鬆粉，日本嘅人用嘅香鬆粉攞佢放落去，好，放上去以後就攞佢攪攪啊，太油嘅攪攪啊就做得咧。好，攪攪啊，以後啊，咪香樣 enjoy 來包飯團了。也香鬆粉嘅飯放下去，放下去，再過來就攞呢卵放落去，好，哇！也看起來就知道當營養，還個有當食得飽呢。因為有卵又有飯，還個有三文魚又有菜，故說其實係當均衡營養嘅一種飯團。好，再個鋪掉嘅飯，再個來香樣，撈佢鉗上去，用生嫩嘅力氣，再個來傾一擺，好嘞，好了以後這個攞佢拿出來，呀，就係天意嘅飯團了。呀，天意嘅飯團好，我上來這個攞佢包一下，呀，海苔攞佢包上去，哎呀，就當等一下，香樣起個攞佢，從照等你上來包嘅餡呢，安尼包包啊。安尼就係當簡單嘅三角飯團，韓國兩種口味就做好了。哎呀，夾，同咗哎呀夾了喂。唔過好，其實我吃到我暑假當家啊，你看我兩下班就做出兩種口味嘅飯團呢。故時候睇下咩做得老愛香樣，係講基本嘅飯煮當多，唔係做得起下多了飯團起來，放到冷凍庫，愛食嘅時間啊就拿下來退冰，韓國加燒一下，安樣就做得熟了。希望啊唔係做得按步頭做好，天公早晨就拿來做就，係唔係當方便啊？故時呀就做得裝啊，出門了，我喊貼片。準備呀，食物台阿權妹係一個非常環保嘅細阿妹嘅，故所以就盡量減少用免洗嘅餐具，一下就做得攞佢裝落去，天意了，裝落去，好啊，以後包包啊就做得出門了。好，告訴我去吃飯了，拜拜。